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大乐透共估连讲6期，头彩的奖金1.95万，总是开伫高雄的旗山，一个人独得。菜馆行的头家是痛到唔好讲，透早放炮啊来庆祝。有未少的乡亲听到消息，嘛赶来买菜馆，希望会当碰一个福气。这间菜馆行真旺哦，开业10年，包括大乐透甲金彩539，拢总是得过7届的大奖。 大乐透连续讲旧6期，1.95万的头奖总算伫高雄旗山来开出，阁是一个人中爆。一透早业者放炮的以外，冒打喜气的广告，不少民众听着消息，拢赶来买一张菜馆，想要分喜气。对，特地下来买。 有签啊，对看啊，来碰碰运气，买了大乐539威力。有民众真拍手，一买就是几6奖。菜馆行的业者讲，开业10档，包括这边总共得7万的头奖，表到拢是满满的战绩。非常高兴，很幸福。可能是我们这里的地理蛮好的啦。对，有马祖的保佑，跟那个我们旗山 地区的那个金虎爷，这个幸运得奖的人到底是谁？业者讲在地人的买，冇可能是外地游客，因为不少人拢会来旗山老街行搭，先煞买菜馆。平常时大概有3成游客，7成在地人，判断讲可能是在地人得大奖几率较大淡薄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